攞住呢一支長鏡等成幾個鐘，淨係為咗捕捉一隻唔知會唔會出現嘅雀仔。佢仍然毫不猶豫咁踏入草叢入邊，俾水浸到小腿。郭子琪形容自己係一個唔冷靜嘅記錄者。好多人可能覺得即係整身到成身濕晒啊，大汗大細汗啊，跟住即係喺個郊外度整到成身泥啊，好辛苦好成啊。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即係可能有少少被虐狂啦。但係越係艱辛換嚟嗰個成果，可能會都有另外一份成功感咁樣咯。郭子琪係香港少有嘅生態攝影師，佢最希望自己嘅相可以俾大眾睇到香港嘅生態。咁但係喺香港，你話真係好 local，要俾啲市民知道香港有啲咩動物啊，或者佢哋發生嘅咩事嘅片咧，又唔多咁樣。其實可能我哋看似好城市化嘅一個地方，其實都暗藏住好多唔同嘅動植物咁樣樣咯。我覺得生態攝影師或者紀錄片製作人呢一個 role 其實就係不嬲都係喺科學家同埋喺市民中間嘅橋樑。因為科學家做好多研究，做好多生態保育嘅研究，點樣可以令到啲人真係想去改變一下呢？其實就係要靠媒體咯，我會覺得係。除咗舉辦工作坊、拍攝紀錄片之外，郭子琪仲同女友 Dovme 一齊經營 YouTube 頻道，以輕鬆嘅影片將生態知識帶入去更加多人嘅日常生活入邊。